面对国际社会指责，北京在东突厥散践踏人权和在香港全面扫荡亲民主力量，中国当局变本加厉，宣布任命武警新疆总队参谋长彭金堂担任新的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司令。新华社星期一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签署命令，任命同时也是武警部队副参谋长的彭金堂少将为新驻港部队司令员。东突厥散经历了数年的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的镇压，一些人认为这一任命发出一个信号，北京将更加不容忍在香港发生针对当局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哈萨克斯坦局势在俄国进行军事干预后再起风云，该国总统托卡耶夫正式将骚乱定性为一场未遂政变。托卡耶夫周一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视频会议上表示，当局挫败了一起未遂政变，恢复了该国秩序。他表示，恐怖袭击者中有在国外受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对他们的搜捕正在进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对哈萨克斯坦国家地位的威胁绝非来自抗议燃料价格上涨的自发集会，而是由于内外破坏力量利用这一局面。波黑外交部长比塞拉托尔科维奇宣布，该国政府已向俄罗斯、中国和塞尔维亚提出正式交涉。他指责这三国派代表参加1月9日所谓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日活动。托尔科维奇在对俄罗斯、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外交最后通牒中表示，正式参加庆祝活动将意味着对波黑内政的严重干涉。当有关调查的公布禁令解除时，据了解，丹麦军事安全和情报局局长拉尔斯·芬德森因泄露机密信息而被拘留。据称，在2020年，来自丹麦国防情报局信息线的原始数据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共享，美国可能会接触到机密信息。天津通报疫情后立即进入准封城状态，采取的防控措施比已经封城的西安更为严厉。截止8日晚9点，天津官方通报已将75680人隔离管理，同时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京。天津当局1月9日凌晨紧急通告，自7时起全员进行核酸检测。美国和俄罗斯官员昨天在瑞士日内瓦进行双边会晤，双边讨论乌克兰局势、导弹部署以及安保等多项议题，讨论了双方将在战略稳定对话特别会议上探讨的课题。双方并表示希望就缓和局势继续进行会谈。阿富汗东部南加哈省拉勒破尔县发生迫击炮爆炸事件，导致9名儿童失去生命。当地官员表示，拉勒破尔县一废品回收人员在秋季玩耍迫击炮时发生爆炸。